樣。咁咧就而家咧比利時嘅測試緊嘅呢一款嘅豹一 A5啦，呢個類別嘅坦克咧，佢有趣嘅地方咧，其實佢係就住烏克蘭嘅喎，即係你話咧佢而家現時咧將呢一批嘅豹一 A5嘅坦克轉移去到俾烏克蘭嘅時間咧，其實佢刻意為烏克蘭咧就就一就，即係包括咧就係佢知道咗。因為咧烏克蘭同前蘇聯嘅做法一樣咧，佢哋都係屬於咧就冇一個炮，即係冇一個咧嘅炮彈充填手啊。咁啊用一個咧自動炮塔咧嘅形式咧去做，咁所以佢今次咧呢個嘅坦克咧，佢都係咧裝備咗一款咧叫 Cockerel 呢一款咧3105型號咧嘅無人炮塔呢個做法，咁啊好有趣咧，就即係刻意咧去即係幫助下烏克蘭啦。咁啊叫做利用咗咧烏克蘭咧常見嘅就係一種咧無人炮塔嘅形式。咁啊，究竟可以點樣去做或者點樣去處理呢？咁你見咧呢件事呢，其實來自咧比利時嘅國防公司啦嚇，咁咧就呢個嘅Cockerel Defence 呢間公司咧去做咧呢一款咧嘅無人炮塔。咁啊，主要咧就令到烏克蘭嘅成員，即係包括佢哋嘅車手、炮手司令員啦，咁咧就可以輕鬆咁樣適應到咧嗰個嘅訓練。咁呢個咧就真係比較有趣。咁啊，我哋講到咧豹一嘅坦克，咁啊雖然我哋講佢個噸位比較細但係個速度相對靈活。咁當然咧，你105嘅主炮咧，大家成日都好擔心個火力足唔足夠。但係現時呢個戰場上個玩法已經唔同咗，就唔係話咧攞嚟對付啲裝甲部隊，反而咧係攞嚟咧係支援啲步兵嘅戰鬥。所以咧，其實你無論係120、125、105、110咩都好啦，咩制式咧，其實只要有翻咁上下嘅火力咧，就已經足夠咧喺前線上對步兵咧進行支援。咁所以咧，我哋從而家嘅戰術去睇咧，大家就唔需要再深究咧呢一款嘅炮彈咧，即係呢一款嘅主炮咧，係咪真係會令到咧嗰個戰場嘅優勢咧喪失？大家都唔需要太擔心呢件事。咁我哋講到咧，即係呢一款嘅 Cockerel 3105呢個炮塔啦，咁啊真係來自咧比利時嘅。我哋講呢間 Cockerel Defence 開發嘅一款嘅武器佢整合咗啦即係唔同嘅炮彈呢個自動裝填嘅系統。咁對歐洲嚟講係比較陌生嘅。咁但係你話對烏克蘭同俄羅斯呢一款咧，即係前蘇式嘅炮系咧個設計咧，咁呢個咧就唔係啲乜嘢嘅問題嚟嘅。咁但係佢裡面咧就用咗大量嘅數碼火控系統啦，同埋我哋講個穩定嘅系統。咁亦都係全天候啦無論晝夜咧嘅瞄準咧都能夠做得到。咁佢嗰個嘅首次命中率咧亦都係非常強。咁啊亦都有360度嘅外在嘅攝影機啦咁啊無死角咁樣去提供一個咧全視野。咁亦都有大量嘅煙霧彈發射器咁啊有唔同嘅檢測器，咁啊增強咗咧戰場嘅態勢感知。咁呢啲咧都係好常見嘅事嚟㗎啦。咁而咧今次咧呢個嘅坦克嘅個炮塔咧，其實佢比原先嘅炮塔咧其實再輕咗好多咁啊應該咧比原先咧佢哋嘅設計嘅坦克咧輕咗5噸。咁啊明顯啦，本身都係講緊40噸嘅坦克，咁而家再輕到5噸，你大家計一計咧。佢嗰個嘅即係慳咗出嚟嗰個嘅重量嘅比率係咪好大啊？咁咧就你話同咧美國70噸慳5噸咧，就而家40零噸慳5噸咧，大家睇得出咧個機動力咧係會大大提升咗。咁當然亦都令到個底盤嘅負擔咧係會更加之細啦。咁啊相對會延長咗坦克使用嘅壽命。咁當然大家就唔需要太擔心坦克壽命，因為其實個坦克都唔會用得耐㗎啦。即係老實講，你半年之內被摧毀機會率其實都十分之高。但係如果咁好彩咧，最後停火咁又唔係真係常常嘅前線接觸咧，咁呢啲坦克咧，事實上咧喺嗰個後勤即係我哋講佢嗰個壽命嘅使用上咧，咁當然又會有一個提升咧。咁我哋又唔能夠齋從個消耗戰去睇呢件事。咁啊，始終咧呢個軍工咧，佢發展呢個嘅無人炮塔咧，將來除咗我哋講烏克蘭嘅呢啲嘅坦克或者其他啦，即係豹一等等嘅舊式嘅坦克去改裝，能唔能夠再發光發熱咧咁放喺咧其他嘅坦克上面使用咧？咁啊，相信咧呢個咧都會一個幾好嘅契機同埋幾好嘅一個實驗品嚟嘅。咁啊，又係透過烏克蘭嘅戰場上面啦，咁咧就做到一個新嘅比較，甚至乎可唔可以將呢個無人炮塔嘅概念擺上去豹二，擺上 M1 呢啲嘅坦克去做咧？咁啊，甚至乎你可能去做一個訓練嘅系統出嚟，咁啊先俾咧豹二同 M1做一個測試去做訓練，睇下呢種嘅無人嘅炮塔適唔適合喺戰場上新型嘅使用。咁甚至乎嚟緊你減少坦克裡面嘅成員。咁啊，始終咧喺西方國家咧出咗個問題，就係參軍嘅人數一直咁下降。咁如果你能夠咧係減少咧嗰個坦克嘅成員，咁啊可以咧用到由4個變3個，3個變2個嘅話咧，
你都會大大減少咗咧，即係陸軍咧佢哋對呢啲裝甲部隊、坦克部隊裏面一個要求，咁可以令到咧更多嘅人手可以做其他嘢啊，甚至乎陸軍可能可以縮編啲啊，即係等等嘅嘢啦。即係其實你嘅資源上咧可以咧再靈活少少咧去運用，咁呢件事咧當然都係一個非常之大呢個好處啦咁樣。咁而呢一款咧 Cockerill 3105咧，我哋相信咧佢嘅靈感咧有機會即係來自例如我哋講 T14咧 Armata 嘅坦克，咁啊有機會咧來自新型少少，即係我哋講到用數碼去控制火控系統好多唔同嘅嘢，又或者可能咧會用呢個美國 M1 咧 Abrams 咧嗰個升級版本，因為用一個遙控嘅武器系統啊，咁所以咧我哋相信咧即係咧有借鑑到咧一啲成功嘅經驗，咁所以咧去到最尾咧。我哋講到嚟話對付無人機等等嘅嘢啊，咁樣咁啊，有啲乜嘢角度可以再做得好啲呢？咁我哋相信將來呢，就無論係來自比利時呢間嘅國防公司嘅系統，或者可能係來自其他新型嘅坦克嘅發展呢，我哋都相信嘅，即係嚟緊呢，佢新出嚟嘅一啲武器嘅規則呢，會比現時我哋睇得到啦嚇，即係咧佢哋嗰個坦克嘅系統呢，個防禦力呢，尤其是咁啊，會嚟得咧更好噶。好，咁好快脆啊！睇睇大家留言。Sonline 多謝你，多謝你嘅 Super Sticker， 多謝你啊！大家好啊，我 Ben So 你好吧？和談不出俄國毫無誠意，係啊，冇錯。康汀拉你係大家好啊！敘利亞會認可以色列主權國家地位作為交換。以色列呢邊呢，咁啊同敘利亞傾偈，其實就好似同土耳其傾偈咁樣啊。好，咁我哋咧嗱咁樣，我哋今晚嘅烏克蘭嘅晚間戰報就嚟到呢度先嚇。咁啊，大家記得幫手俾個 like 啦，咁就亦都可以咧，未訂嘅朋友可以免費訂我哋嘅頻道啦。咁樣，咁我哋亦都會同大家睇最嚟緊啊5月19號啦，即係而家係啦香港時間。咁啊，究竟嗰個嘅美俄嘅和談可以傾到啲乜嘢？雖然大家都唔睇好噶啦，不過都希望可以最後會做到少少嘢啦咁樣。好，咁咧就另外啦，力所能及朋友咧，亦都可以嚟話咧，以 PayMe 啊，或者咧轉數快等等啦，咁嘅支持啊，即係我哋咧喺呢個國際戰線裏面呢個報導嘅。